主要嘅業務係做一啲3D 嘅 animation 啦，啲廣告啊，同埋啲 VFX 㗎。我哋大約喺2019年左右就開始去開發嘅一個IP 啦，咁就係Smile 呢個 brand 啦。咁而家嚟講會做一啲週更嘅動畫啦，然之後都做緊一個連載嘅動畫嘅，咁會係今年內去播出。為做用 IP 去盈利係一個可以話冇乜先例嘅支持啦，咁所以喺揾投資人或者話揾資金上會比較困難。IP 喺而家呢個時勢啦，係發展得幾好嘅，即係譬如Hallmark 啦，或者係 Disney，佢哋都係發展得幾好。咁所以我覺得喺未來嚟講，IP 係可以繼續發展落去。